分林古坑草岭有一位青年农民李宏基，向观光署来申请，提供家己的咖啡厅作为借问站，他来协助游客轻松耍草岭。伫八达内底，那准备咖啡，那说明豆仔的特性。这位是古坑草岭青农李宏基。伊店面倒是入去草岭后的头一间，伊专业甲交通部观光署申请做借问站。因为草岭地区本来就是地广，所以说可能有一些点啊、景点，或者是大家会比较不清楚。那申请借问站之后，就是有一个可以询问的对象，因为我们刚好在进庄的第一站，又在大马路边。李宏基本身有种咖啡甲茶，摕过几啊摆金质奖。伊嘛欢迎爱茶甲咖啡乡亲甲伊交流。借问站是观光署推动的智慧友善旅游服务点，又配合的在地店面提供游客免费的旅游咨询、充电休困、甲借便所等等的利便，希望让游客伫游览的过程中，嘛当感受人情味，这个台湾上水的风景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